乡亲到早，欢迎收看今日3月15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一个上新的消息，这是缅甸的军方持续镇压，昨昏上无有39个示威者死亡。根据路透社报道，这是政变以来，各单已经有126个人死去啊。缅甸民间团体是讲，昨昏这是2月7日，缅甸军方发动军事政变以来，死亡人数上济一天。 这位嫌疑人摸着一个查甫人伫咧口的画面，伫社群媒体传送。听讲，这个查甫人是伊的翁婿。缅甸安全部队则是伫咧强港嘅工业区来打辖区开枪，路的袂输敢若战场。军方要宣布这个区加雪比达区正式戒严。另外，台湾、中国伫来打辖区投资的厂房互人放火。中国大使馆要求当地警方采取有力措施，并且向中国伫咧缅甸的企业家人员提出警示。 除了香港，其他地区也是有示威行动。美联社一位连线记者讲，警方伫咧换城的名体掠反政变的示威者，并且写催泪瓦斯加手人证据，有一位妇女被射杀。前执政党全国民主联盟一寡和军方罢免的国会议员，组成缅甸联邦议会代表委员会 CRPH， 设立临时政府。 对选前国会议长曼温凯丹做临時領袖，也發表談話。အခုချိန်ဟာကျွန်တော်တို့နိုင်ငံတော်ကြီးရဲ့အမောင်မိုက်ဆုံးချိန်ဖြစ်သလိုရောင်နေလာတော့မဲ့အချိန်လေးဖြစ်ပါတယ်။ဒီရဲတော်ပုံကြီးဟာစစ်အာဏာရှင်စနစ်ရဲ့ဖိနှိပ်မှုမျိုးစုံကိုဆယ်စုနှစ်များစွာခံစားလာခဲ့ရတဲ့တိုင်းသားညီကိုမောင်နှမများအားလုံးရဲ့လူလားတောင်းတချက်ဖြစ်တဲ့ Federal Democracy ပြည်ထောင်စုကြီးတည်ထောင်ရေးအတွက်ကျွန်တော်တို့အားလုံးအတူတကွလက်တွဲပြီးကြိုးပမ်းဆောင်ရွက်နေမယ် 缅甸联邦议会代表委员会 CRPH 目前正伫咧寻求国际认可去建设缅甸的合法政府。缅甸军方已经宣告 CRPH 触犯叛国罪，相关会当处22年的徒刑。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 台北政军最近是小电线收到恐吓批，南美讲要伫台北的固定站杀人，南美国恐吓讲新店的大变哪站会发生大爆炸。警方根据网络的位置，昨昏有抓到写恐吓批嫌犯。 警方甲派人着伫这运站内底来回巡逻，因为不只个接到恐吓批，一个姓詹的查甫人寄电子邮件，有个伫新店大白那站要发生爆炸。警方经过网络 IP 对查发现，恐吓批是姓詹的查甫人的后生发的，因为甲老爸冤家不满，故意以老爸名义寄恐吓批。儿子因为不满父亲的教诲，那用父亲的信箱发出恐吓信件，那本局 将犯嫌查获到案后依恐吓安全罪来函送侦办。高庭站甲大白那站前后接到恐吓批，这份安全也阁引起大家关心。确实伫车厢内底拄到状况引起对讲机求助，不过传出民众发现好亲像有通报系统失灵的状况。喂，有听到声音吗？喂。 礼拜六有民众在板南线经过龙山市站的时阵，一个附近的护林人熊熊大口，搁跪伫涂骹，民众烦恼影响安全，马上一直起对讲机，新闻局拢无回应。古亭站就已经有台中的一个民众哦，然后呢，就是说要谣言要来我们的古亭站来做一样屠杀的动作。那其实那我们北捷就应该更有警觉心哦，平常就应该要注重我们这样的基本的措施。确实这个背景是有些噪音。 那司局员那边确实是没有办法知道旅客有一些讲话的这个那但是还是我们依照 SOP， 就是通知给行控中心还是第一时间通知给站长，那站长第一时间能够到月台处理。 不只回应，迄一天人侪受背景噪音影响，才无法度了解实际状况。不过有按照标准作业流程通报行控中心，也无排除设备有寡无正常，会全面针对定数甲设备个中心检视。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天气，今仔日东北季风减弱，北台湾温度会回升。咱来看温度。今日开始到拜五，咱全台湾各地拢是好天，西半部是侪云到好天，敢若伫花莲台东有13、18雨，各地日时拢会是温暖舒适的天气。北台湾高温有25度至26度，中南部高温有29度至30度。到拜六礼拜才有方面会通过的到位，北台湾才会转淡冷。这款的好天气，不过天气好，空气品质就会无好。即马西半部会到大棚，中南部新竹苗栗是柑仔色的空气品质的提醒，那高雄甲屏东空气品质是红色的警示。
来关心高雄美浓有4个里买1000户的民众，普通时啊拢是用地下水，也毋过最近欠水，水井嘛抽无水，民众拢是无水的过日是真无方便。市府即马拍算要伫美浓开新的水井，另外因为大口口，所以高屏溪即马溪水的流量已经出现有史以来上低。民众用灌溉水水城区要变数走去金江园，高雄美浓的吉祥、吉和等4个里，受到旗山深水井大量抽地下水的影响，过几落天无落雨，当地供水的地下水井拢打去，只好灌水过日子。市府甲一个水公司13家里面协商，决定要挖深井互里民用。每天差不多要在1吨的水，这样跑来跑去，差不多快要1个小时。现在井都被抽走了，被福安那边那个水抽到我们这边就没有水了。我们这边集合里有5、6户要送水的，这个很需要、很急的，是希望你们帮我们弄水给他们。高雄欠水的情形也影响到高屏溪，传流量自月初8.3 cms， 降到14个到即个剩5.8 cms， 是22年来的新低。盐湖南水局讲，高雄的供水算稳定。高屏堰它那边一天现在取水大概将近60多万吨，目前高屏溪沿岸大概有7座伏流水，所以它的那个量可以达到大概每天70万吨。高雄靠杂水坝甲浮流水目前供水无问题，高屏溪杂水坝的水3月初开始停止供应给台南，一直到高雄落雨为止。市府用各种方法稳定供水。东港溪然后这个引流到我们的凤山水库，那另外也增加我们再生水厂的出水量，那以及增加我们原来超前部署的这些浮流水的供水量。高雄目前的水情是减压供水的黄灯，但期卖希望黄灯会当挡较久咧，万一若阁无落雨，靠水期才当有较好的应用。盐谷也希望民众大家做伙省水，渡过这边欠水的难关。记者综合报道。欠水欠甲真食力，水利署伫前门水库冒进行人工催护。另外，因为科技产业欠水，所以政府冒车水车去送水。若北部的翡翠水库目前的脱水量也阁有8成低，所以双北的2个市长拢表示讲，会配合中央调度水资源。礼拜六下晡，趁有地渐准雨出现的机会，水利署伫前门水库帮政府验水，希望者也接获落雨分析，为集水区带来一寡落雨。各科技产业用水，阁是直接受到冲击。除了自助省水措施开始冲水车，以便水情恶化吹波车载水。有厂商表示，每年欠水期拢是一大挑战，找水正做各科技业者的必备技能。甲中南部水库调水量要探底无同，北部翡翠水库却依然有87.7%的调水量，这互台北市长郭文泰真骄傲。佮伫个面册发文，写执政者不应该只做客教，无要做乌鸦。我们台北市是运气的，因为我每次想到说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因为历代的市长跟我们的那个公务人员的努力，所以我们现在首都生活圈是没有缺水的问题。那最南部的话，那个就恐怕要从长计议了，因为这个盖水库也不是1天2天的事。台北市也开始扩大资源用水，逐工送91万吨水到新北、基隆、桃园这县市，方便前门水库把水南送到新竹、苗栗。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指出，对水资源调度会甲中央密切配合。新北市长侯友宜也讲会强度难关。我相信每一个县市都要发挥互相支援、混合调节，跟中央一起努力解决缺水问题。像新北市，我们的板新水厂每天就20万吨来支援桃园，桃园再支援新竹。侯友宜提醒大家，爱将省水放第一。虽然北部即马欠水问题无大，不过一定爱支援各地，爱省水全台斗阵面对难关。记者综合报道。甲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改变民众去看病的习惯。根据健保署上新的统计，去年去病院就医量比前年减2427万件，小儿科减17%，啊那耳鼻喉科减25%，减上济。来看《苹果日报》，41岁在线剧团团长黄民安，拜六伫家己草草艺术节表演跳群的时，雄雄过身。
因为伊是演家友，大家拢掠准伊，掠准讲伊倒喺遐休困是咧做表演，一直到伊上台时间到啊，叫袂精神，才知影伊过身啊。法医昨昏研判讲，伊应该是高胆固醇血症造成心因性休克死亡。来看联合报，新报嘅警察侦办馆长陈志汉性劫案，在找找嫌犯拍无去的高级手表的时，意外伫专案小组办公室的天棚有超出枪、甲枪支，还有毒品。初步是鉴定讲，这是10当前查扣的证据。这是一个姓陈的小队长，伊有心认讲这是伊藏的，也毋过为虾米要藏？藏这要创啥？伊拢讲袂清楚。所以台北市的警察局长即马报予检察官，请检察官来查，要处罚失职的人员。来关心昨昏，咱国内新增加一个对南非疾病的确定病例，不过因为伊的病毒量也无够济，所以也毋知影讲这敢是南非的变种病毒。另外，伫菲律宾即马嘛验出新型的变种病毒，目前伫菲律宾已经有98例。国内新增加一个境外移入986例是南非籍1外岁女性，检疫期满前3采阴后续因为工作需要自费采检才确诊，是不是南非变种病毒？指挥中心表示，因为CT值真悬，定数较困难。那它 CT 值是34次日再验 CT 值是37，那血清抗体是 IgM 阴性 IgG 阳性那个案入境期间没有症状，那已经掌握接触者1人，列居家隔离另外，菲律宾国验出新型变种病毒 P3， 到目前菲律宾境内出现98例 P3 变种病毒案例，是不是影响疫苗效力，引起烦恼？应该是日本这边好像有验到菲律宾有类似这样的一个变种病毒那看起来是跟巴西是不是巴西猪内猪好像有一点关系那这个部分目前国内是没有验到了。那如果有验到，我们当然会针对这个要特别注意第一批运到台湾的11.7万剂的 AZ 疫苗什么时阵做？郑进雄指出，按算17完成检验，各大标签到分送，做时间由指挥官但是中说明。不过欧洲传出真一个自 AZ 疫苗了后出现火脚事件，有部分国家都停止。外界关心台湾是不是对咧做？伊认为英法、加拿大等国拢在继续做，会继续观察调查结果。我们当然还是会持续的在观察这个欧洲药品管理局他们最后所做的这个调查的结果。有关这个我们调查的意愿只是做一个参考，那最后要不要打还是医护人员他们自己的决定我们并没有压着他去打了。伊提出统计数字显示 ，AZ 疫苗引起的严重过敏反应比例无算悬。另外，台湾向 COVID 买的476万剂疫苗，还未到台湾，已经是拄到一寡问题，也在解决当中。只要确定运送时间甲数量，会马上对外说明。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即马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也搁咧拖。即马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亿2000万例，死亡人数有265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1例，目前是985例。中国嘅病例有9万多例，香港是超过11000例，日本超过44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3000万例，那巴西是超过1140万例，印度是超过1130万例。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427万例，伫法国是超过413万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即马伫全世界大流行，真侪国家拢甲医疗资源放伫防疫，嘛造成真侪难产病药物的患者因无法度好好去治疗甲追踪。美国伫2019年到2020年，已经有8万多人因为安尼死亡，这是创下历史新高。另外，伫欧洲即马出现买卖毒品污白化，伫社群平台买毒品就专车会甲你送到位。伫美国宾州人口8万的克里尔菲郡，虽然疫情严重，也毋过49岁威尔斯讲，毒品伫咧当地造成的危害，比看袂到的病毒也更较可怕。The drugs have just come into this area and has taken over. And it's gotten worse since COVID. 2个囡仔甲翁婿拢食毒，戒毒的疗程因为疫情被拍乱。
医疗资源拢被分配用伫咧对抗疫情，造成解毒的人的治疗被迫延期，无法度定期追踪。这个时阵，厝内人甲社区若无适时介入提供支持，上尾就是美国国发生阿片类药物滥用的情形。去年全美国因为药物过量死亡的人数创历史新高，绝大部分拢是甲阿片类的药物有关系。另外，虽然挂急诊的人数伫疫情期间整体下降，但过药物过量送急诊的患者颠倒增加。Look at what's happening. You can't get a job. You can't, everybody's sick. You can't go anywhere. You can't do this. You can't do that. 封城、禁足、社交距离，容易互人感觉心情歹、被孤立、找无头路、经济压力，真侪人拢靠酒精甲毒品伫咧消透情绪，互更较侪人重新去食毒，甚至是食药过量。另外，怎么靠着社群媒体，互人更加容易摕到毒品。伫咧法国，社群媒体平台顶有各种毒品的广告，种类、重量、介绍拢看现。只要输入毒品的暗号加数量，就会配送到恁兜。Home delivery is more practical. It saves me from having to travel, and it saves me from taking the risk of getting caught in the event of a police raid. 怎么每年伫咧法国境内流通的毒品的市值会当到32亿欧元。换算代表1000多亿。法国反毒部门最近也加强伫社群媒体查缉处理，想要减少毒品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辑。那伫中国的哈尔滨是有一间新开幕的酒店，讲会当甲北极熊大做伙，用这来请人客，这是引起动保团体抗议。介绍嘛无俗，一暗爱1900块人民票，虽讲有争议，也毋过试营运，房间就卖甲空空。伫2005年成立的哈尔滨极地公园，是全世界第一座有北极熊表演的主题乐园。由俄罗斯甲日本的设计师制定设计北极熊酒店，12开始试营运。21间会当24点钟久看到北极熊的房间，大一暗爱人民币1888到2888，全部拢被订了。这是全世界第一间讲会当甲北极熊大的酒店。内面装有33块强化玻璃，住伫内面的人客，无论是食、耍也是困，拢有北极熊陪伫咧边。2只北极熊关伫咧室内正为封闭空间，面对着人造冰甲2个正细水池箱。相片伫各型媒体刊出了，引起外界正大的批评。动物保护团体 PETA 资深的成员杰森贝克13伫路透社访谈中讲，北极熊逐工伫野外活动的时间上最18点钟，活动范围是几落千英里。北极熊是属于北极的，毋是动物园或者是水族馆的玻璃箱，当然也毋是酒店。这次哈尔滨极地公园发言人强调，外界所看到的只是北极熊酒店全部设施的一部分。伫咧温度甲空气品质适合的时阵，因也去户外区活动。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缅甸的军事政变，军方镇压昨昏传出上报有造成39个人死亡，当地即马嘛出现反中的情绪，传出当地有一间咱台湾人投资做鞋的工厂嘛受牵连，嘛互放火。美中头一摆的外交会谈，以美国的时间18一礼拜四要伫阿拉斯加举行，这是拜登政府上任了后，双方的高层头一摆见面。欧洲有真侪国家传出要停止驻 AZ 的移风车，若 AZ 的药厂是发出声明，强调讲因无任何证据会当显示讲因出产的 AZ 移风车会出现甲会塌掉的风险。来关心总统蔡英文昨昏参加汉医节的庆祝大会，讲到咱汉医的研究所研发治疗新型冠状病毒的药啊，即马伫欧美的国家是卖甲真好。伫后疫情时代，咱台湾汉药会结合西药，要去争取新南向的市场。总统会带头打疫苗吗？谢谢哦，稍等一下，谢谢哦，谢谢。对媒体问讲，心节带头子有风声，总统蔡英文敢若一手无回答。总统伫早起参加国语节庆祝大会，讲伫去年疫情发生的期间，台湾的中医界积极发展中西医双轨治疗模式，受到全世界注意。尤其是咱国研发出治疗新冠肺炎的中药的配方新冠1号，伫欧美国家卖了袂歹。中医药研究所跟医界合作研发的台湾清冠1号中药配方，我刚才也仔仔细细的看过了哈。那台湾药厂获得授权制造以后呢，在欧美国家热销，让世界看到了台湾。
咱国伫国外卖了袂歹的新冠1号，抑过伫台湾煞买袂着。卫生部长陈时中进前也说明讲，是因为台湾的新冠肺炎比例所少，无有够的临床案例加数据来证明新冠1号的疗效，所以伫台湾也未摕到邮证。中药研发制造、中医医疗管理，还有中西医整合经验输出，都具有开拓国际商机，尤其是争取新南向市场的机会。行政院伫去年也核定5年期的中期优质发展计划，该新台币6.7亿，提升中期的照护品质，希望中西医双轨治疗模式伫临床上会当继续发展进程。希望台湾的中药研发伫后疫情时代会当继续开拓国际市场，争取新南向。记者综合报道。头拄收到一个上新的消息，这是今日透早伫台东发生一个人死亡、4个人受伤的重大车祸。车顶有一个姓杨柔道的国手，伊是2022年杭州亚运柔道国家队的选手。伊的伤势初步判断无啥严重，头部有受伤。伊目前是伫台东大学读册，连咪台东大学嘛出面做说明。这是头拄收到上新的消息。咱来关心其他的消息，这是中华职棒伫顶礼拜闹热开战，味全龙过22档了后，搁转来战啊！即马头一战是对统一狮，尾下味全是以2比3输去。咱来看顶礼拜体坛的大时代。两队的球员甲教练赛前做阵翕相留纪念。味全龙伫让22档了，重新转到中职一军，首战到台南球场对统一狮。两队吉祥物伫咧赛前先礼后兵，味全吉祥物威力邀请统一狮的莱恩4个18来填补。中间方向平飞球，现在对手过3垒要准备回来抢分了。比赛开始，味全龙伫咧第3局靠着赫雷拉的安打先提分，不过先发投手王维忠比赛中段歹球较侪。第5局和西队咧比数了退场，不过接手的中继投手也无法度打动啊。第2球出手，在中间方向平球落地形成了安打。台大姚武祥讲出有2分打点的安打，替统一狮以3比1逆转战局。虽然陈品哲伫咧第7局讲出阳春炮，国家比数扭转到1分差，不过真可惜尾也无过提分，上尾也味全以2比3输互统一，第1场就输球。羽球世界球后大主演因为防疫的考虑，放弃卫冕全英公开赛，因为全英赛无奥运的积分，那是去转来如果伫咧防疫旅馆待21天。回来就是还在做一些调整，现在回到国训中心，就是持续就是恢复训练的那些节奏。大主任讲，上近5月底才会参加马来西亚加新加坡公开赛，争取奥运的积分。这2个月就是调整加训练。伊若是毋是要做有风险，就等疾管署医生说明，甲问题拢讲清楚，再甲团队讨论决定。另外，延了1年的东京奥运，是毋是会开放观众入场？路透社引述产经新闻的报道讲，日本政府打算甲奥运的入场观众人数控制伫咧场馆容纳人数的50%以下。那疫情7月有较好，可能会开放更较侪观众。奥运的盛会2月会开始团上。有一位因为海啸失去查某囝的老爸，心情真济，同学盛会团上正之日。走るのも自分の身一つで行って走るんじゃなくて、やっぱり前の肩身を胸につけて、そして一緒に走って。盛会团上的路线会经过日本47个府县、859个市区町村，伫7月初9会到东京都。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保护海草大的公投，到目前为止已经收到要70万份的联署书，18日这礼拜四就会送去中选会。不过这阵是洪城讲发起公投带头的潘中正，洪城伊的 Facebook 口罩去互系统列做是限制口罩。有网友即马是质疑讲，应该是有人挑故意去创空。由警车护送，装箱放起来海草大公投联署书，要送去台北园夜总会保管。一直到目前，珍爱海草大公投摕到将近70万民众的联署书，工作人员会继续完成，所落来复印做这归档的工作，按算后礼拜四18送中选会。环保团体讲，粉红风暴毋但是摕到史上联署先权，也将会是史上第一个以保护生态环境做诉求成案的公投。政府呢，好像有意要把这一个也导向，就是说，好像我们呢。
如果要把藻礁保护下来，我们就可能会造成呢永和的人呢的得利。我倒是觉得政府的这样的做法呢是非常不当的。不过伫这个时间点，公投连锁的带头人潘忠正 EFB 互人列做已限制小号，30天内袂当直播看广告。网友即个是有心人士恶意检举，讲店内海草搭的色彩就是粉红色，除了代表海草搭的色，也代表心的色。希望8月28公投日有更加侪人站出来。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美浓至顶那市后山昨昏发生火烧山，火炭烧甲真紧，消防人员是无法度到火点去拍火，拜托空勤总队出现2架直升机，背46抓对天顶钻水拍火。消防局到现场，先用水线甲面体甲轨迹远隔去，避免财物损失。嘛要求空勤总队赶紧派直升机来斗3工，2架直升机背46抓，载23桶水去拍火。昨8点左右，火才控制掉咧。高雄市长陈其迈嘛有行脚到现场，安大当地民众嘛保证救灾人员会有效控制火势，袂造成民众的损失。宜兰的检警抓到一个专门咧骗中国人的诈骗集团。这诈骗集团是伫宜兰税民俗的业者加租2栋楼仔厝，将做诈骗集团的基房。嫌犯计共有31个人，因一礼拜就骗中国人骗700万。专案即马正在调查。铁道小组将这栋30楼的民宿大门撞毁，入去内底掠人。这是宜兰东山乡的包栋的民宿，警方接到民众检举，讲有帮派藏伫内面做诈骗机房。宜兰检警出动上100名警力，分别伫宜兰东山乡甲广吉乡2间民体掠人。这个集团是以姓王的大部人带头，总共掠到31名嫌犯。以民宿的方式隐藏的诈骗机房来榨取财物来牟利。那我们获报以后，我们立即报请台湾宜兰检察署爱股来做一个指挥侦办。那警方攻坚的时候，大概是在他的客厅还有房间来查缉这一些人。警方伫2个所在总共查到3台免税车、95支手机啊、大包证乌梅卡。这个诈骗集团主要是骗对方的中国人，假做电信人员，骗民众讲因的口座互人盗行，叫受害者提供口座监管并且汇款。伫1礼拜内骗到新台币700万，因为22位受害者拢伫中国，总金额也怪调查。他的手法是组织成员利用的手机，还有 iPad， 透过跳板的方式，以假检警的方式，来1周内就诈骗的钱财大概有700多万。目前专案依照诈欺加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检方认为有串证之余，宜兰地院裁定31个嫌犯全部收下。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咱来关心第13届草草的戏剧节，拜六伫嘉义民雄表演艺术中心开幕，却传出在线剧团的团长黄明安不幸雄雄过身的消息。昨昏文化部的处长肖宗宏有专工去致意。家长带囡仔伫草埔仔野餐，边仔随时拢有各种无共的表演。第13届草草戏剧节3月13正式开幕，将近500场的演出、工作坊甲讲座，希望民众有丰富的艺术体验。除了那个歌舞剧、舞台剧，很多的，像我刚刚问一个年轻人，他是个人的名义来参加，那也有学校，还有一些艺文新兴起来的这个展演团体，我觉得不错，我来支持他们一下。因为之前有来过，然后那个状态。之前在那边都会可能还有一些意见什么，那今年就比较不一样。前面有那个装置艺术，然后视觉上也蛮吸睛，就是我看到我会想来参加。阮剧团表示，今年的主题合作转转也是细细拢会使，就是希望国家社会会当转运，嘛希望民众有闲会当来遮细细。这月伫嘉义县演艺厅甲嘉义市文创园区相并做伙举办，阁有安排在地故事的各地戏剧场。咱今年不管是民雄还是嘉义市吼，阮拢有一个议题式剧场，这算是讲咱在地阮剧团咱在地的编导吼，伊有去做访问啊、田野调查了后，来推设出来一个介绍嘉义，但是吼你阁介趣味一个活动。戏剧节传出在线剧团团长黄明兰伫演出人工，因为心脏方面的镜头不幸过身的消息。主办单位伫表演艺术中心设置纪念墙，
文化部处长肖宗宏到场时，除了表达唔甘，嘛讲为着保障文化艺术工作者，立法院审议的文化艺术奖助条例的修正草案，已经纳入艺文工作者职业安全保险甲劳动权益的条文，希望会当伫这个会期通过。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镜头来台中的东风公园，内底有一座草埔造型山轮的厝流浪，有囡仔起啊算是算甲受伤，家长向市府反映了后，才知影讲这是人工草埔，只是做景观看水的，袂使爬起，所以市政府已经赶紧去遐采白啊。囡仔伫厝流浪爬来爬去是真欢喜，毋过伫现场铺的人工草埔其实袂当爬。想要到厝流浪顶悬，甘能行楼梯，毋过带囡仔来佚佗的家长，好亲像拢唔知影。你这种开放式的空间，那你的幅度又做那么大，那楼梯又做比较小，所以大家会乍看之下会觉得说这个是攀岩的一个概念这样子。这真古水的厝流浪伫台中市东风公园内底，2019年底启用到即马，已经有真侪囡仔伫遮跋倒，原因就出伫青色边坎的设计。如果贴公告，一般小朋友一过来或家长，他可能只是一窝蜂的就上去，根本不会去注意那些告示牌。台中市府事后紧急打公告，说明边坎只是造型袂当爬，毋过民众认为告示牌伤过细，阁无明显，市府也无宣导，责任不应该完全伫家长身上。市府表示会讨论如何改善，提升安全性。那我们这边会研议说，看是不是用其他设计的方式，让小朋友比较不容易去从那个山上面爬上去这样子。民众表示，虽然父母应该尽到顾伫家注意囡仔安全的责任，毋过相关单位也有责任对设施做到更加完善的安全防护甲告示，这样互囡仔更加安心来佚佗。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央研究院的研师廖一举，有水产养殖之父的封号。伊少年的时，躲过白色恐怖，去日本求读册，学着完整饲虾仔养殖技术，回国回来台湾了后，嘛建立咱台湾水产养殖的基础，有研发真侪领先世界技术。伫国内外，伊嘛摕到真侪奖。虽讲伊即马已经退休啊，也毋过也是咱一个国宝。屏东的科技大学即马就专工为教授举办展览，带乡亲做回来看。鱼虾人鱼共事就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有水产养殖之父封号的中央研究院士廖一举，为众人导览家己用尽心情研究所得到的种种成果。虽然已经80多岁，不过廖一举脑洞一纵，尤其讲到伊的专业水产养殖，伊的眼神如有光彩。民国57年，1968的时候，我回到台湾第一个站，本来就是要在东港，因为要做乌鱼就是让胆港较黑。所以我就为了做乌鱼人工繁殖，到东港来。廖一举对日本东京大学毕业，回国了后去到东港研究水产。1969年时，成功以人工为乌鱼化种，成做世界第一例。那乌鱼、草虾、沙目鱼以人工化种的技术，廖一举嘛拢总研究出来。因为廖一举的研究，渔民唔免个冒险出海掠鱼仔。水产道普遍，继续唔免遐贵，人拢买去海产。也廖一举保证的技术领先世界。联合国农业组织出版的水产专书，专讲小解伊的成就。日本政府颁晓日中首奖予伊，肯定伊的贡献。廖一举退休了后，又搁继续打拼，担任屏东科技大学的讲座教授，要甲水产养殖的精神传予后辈。希望年轻朋友要看远一点不要看目前的这个做较大的代志这个是很重要。做较大的代志，廖一举安尼鼓舞少年辈爱敢拼，想法爱想好久长。廖一举毋但用话语勉励，更加以行动示范互众人看。自做学生，就甲冒险的精神发挥甲彻底。那屏东科技大学特别举办影展，让民众同齐了解水产养殖之父廖一举对台湾水产养殖的种种贡献。记者综合报道。那台南遮3年1考的西港挂香是文化部指定的国家重要资产，
重要民俗。其中正出名的顶头就是水族灯，也毋过今年是因为在地主地参加意愿无大，所以就无通看。即马地方是请老师来教民众了解，要来传承这项传统。由海陵王带领骑兵下将，这是台南西港者全台唯一的传统水族灯。为着要保存这项传统的顶头，西港的南海堡建筑宫殿，佮专工设立文物馆，收藏水族灯的各种服装佮用品，要让现代民众会当来遮了解到在地传统文化。保存这个水族灯吼，而且的服装，这个乐器，佮这个农业社会时代的日用品啦。3年一考，人讲台湾第一乡的西港仔乡是文化部登录的国家重要民俗活动，水族灯嘛是逐回西港仔乡真大的焦点。不过今年因为准备的时间无够，在地主地参加的意愿嘛较低，所以真有可能就要搁等3冬，到后一考才有通好搁看到水族灯。新乡里这乡考吼，嘛有点仔较可惜时间吼。交这个人人地主信徒的意愿较少，可能搁延到这个后科乡看卖。演歌的老师教遮的民众咧学迄个咱水族灯，互因搁了解讲是啥物叫水族灯，水族灯是咩啊表演，后科乡会当搁继续来，互有法度来出灯，咱这文化袂搁造成咧断层。为着卖互这个面临保存危机的顶头表演，就安尼失传去。地方嘛真用心，请老师来指导民众表演，嘛帮助民众更较了解水族灯的意义，互大家会当共心，做伙来为后一考的水族灯准备，保留这项传统文化。记者综合报道。在镜头内婚林有中青学院组国乐团，若成员拢是社区的时代，要互长辈会当学新的物件。最近嘛替因举办发表会，若增加老大人的自信心，嘛希望会当请更较侪人做伙来学。美妙的国乐演奏，搭配长辈拢真熟悉台语歌曲，互大家欣赏的阿公阿嬷会当哪听哪对咧唱。婚林县如愿祖先关怀协会的中青学院举办发表会，互参加国乐团的阿公阿嬷一个就台机会。为着这场演出，大家人拢练甲足认真，嘛拢真欢喜。我觉得来这边的话，以乐会友，然后又可以自娱于人。我觉得这个团体很温馨，然后带给我真的很快乐。每个礼拜就很期待团练的时候跟上课的时候。其实真侪所在拢有在办中青学院。希望互地方的老大人愿意出门行踏，有一个场所会当互因开讲活动筋骨，所以拢会规划无同的课程。这边规划国乐的发表会，嘛是希望请更较侪老大人做伙加入。就要关怀到地方老大人的这个健康，那迄个来办理着长青学院，推动着国乐班来把传统音乐带互这个社区，希望会当互老大人永远长春永远健康。一门简单的课程，就当互阿公阿嬷找到生活的新目标，而且看到这么侪老大人愿意出门，甲大家做伙嘻嘻哈哈，嘛会当互做事时更较放心。记者综合报道。研究率大约是3.14。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专业师甲3月14日定做是国际数学日。不过研究率是安怎算出来的？3.14以后，有人会当一直甲背落去。虽讲真侪人拢学过，不过嘛拢已经喊互老师较济。对镜头，咱做伙来去复习一下。3.14159263582979343。免思考就念出研究率近数单，不过如何算出为什么是3.14，真侪人无清楚。18世纪法国有名瀑布学家布方甲伊朋友，将针踮伫顶固环线顶悬，算针甲线上高纪律竟然有研究率2倍的总共投掷的次数再除以相交的次数。比方说你丢10根针，然后相交了4次，20除以4就是5。布方导针是几何纪律的先驱，偏次数愈侪，求出的研究率近数达愈准。314国际数学日这一天，各地科教馆甲现场观众斗阵重现当年的实验。
工作人员按照布防导奖推出的公式，算出得签落落去甲这线上高的几率，统计有2867支上高，1731支无，39支伫场外，研究率是3.14100.33。这个活动希望中小学可以知道，就是说，现实生活中还有很多数学无法解决的问题，我们需要借助各种不同的创意来进行估计。但洪斌表示，推动数学教育人士早就意识到，台湾学生的数学程度伫全世界是伫头前，不过对数学教育的程度是伫上后尾。这一个推动科普活动是要改变学生将学数学只为着考试的心态。记者综合报道。伫关埔国家森林游乐区有一丛80多年的樱花树，大家拢甲号做雾社樱王。今年受寒流的影响，花期比樱过慢1礼拜。即阵当咧挂开甲水当当，带乡亲咱做回来去。这丛80多重的樱花树，悬14公尺，因为遮尔大丛的樱花树真罕看会到。外号雾社樱王，但伊拢会吸真侪民众上山翕相。无论平常时也是假日，拢是人满四山。这边的樱花是很特别的，像阳明山或是其他地方樱花都是粉红色的，或是什么八重樱啊，这边是完全不一样的颜色，非常非常漂亮。非常开心，而且山上空气清新，非常舒服。当全部开花的时候，老远就好像整个雪盖在上面，所以非常漂亮。雾社樱是台湾独有的原生种，上早是伫雾社互人发现，所以以雾社号名，因为花叶是白色的，落落来的时阵，那亲像落雪同款。是台湾原生种，它的花是小白花啊。假如快要满开的时候，它的叶子也会出来，所以说也有白色，也有稍微绿绿的，非常美。目前雾社樱王花蕊长开，花期差不多搁剩1礼拜左右。民众想要来看，就要把时间。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咱台湾经过二战了后，有留落来袂少二战了后的军事基地，亲像伫屏东枋寮就石头营，那伫台中西屯有炮垒。去年有外国人自发性伫网络顶头创 YouTube 频道，小解咱台湾的历史，介也有遮个军事设施。This is another example of one of the KMT bunkers on top of this mountain here. You see this bunker here? David 当伫咧小解二次世界大战含战后国军所起的圆条仔形的机枪炮垒。This one's quite rusty, so be careful with this one. Yeah. 像安尼的炮垒，伫咧台中市都会公园附近也有几搭。Colin、David 和 Michael 当伫咧拍纪录片，就望这寡重要的军事基地和历史建筑的影像，会当永远互留落来。Well, there's a misconception that history is boring, especially amongst young people, and I think the reason for that is because the way it's presented, the way it's taught. So we present it in a way that history is very exciting. It's an adventure. There are no scheduled passenger services to the island. We've come a long way. We are in Ghost Island. 对片哦，西苏这个无人岛，翕到屏东枋寮石头营，要去红改建做太阳能电厂的基地。The next couple of years, it's going to be dug out and replaced by a solar panel farm. It's not ideal, really. 因关心环境、文化和地理。Taiwan's such an unknown country, but it's pivotal in world affairs. Throughout history, it's been very, very important. And especially now with the tensions between the US and the West and China. I get lots of messages to say, I didn't know this existed within Taiwan before. Thank you for showing us and thank you for what you do. So it feels quite humbling to get this. 只要收到观众的留话，遮个外国的创作者拢感觉真安慰，因为代表有人含因同齐伫咧认识台湾的历史。伫咧台湾10多冬，因拢讲台湾那像是因新的故乡，未来要继续探索，用冒险的精神，将因心目中的台湾小解予全世界。记者阿敏真、曾海文台中报道。在镜头来国外，咱来去法国巴黎的卢浮宫，有真侪世界级真出名的艺术品，这大家拢知。
不过也有真稀罕，无啥人知影25万件平面的艺术画作。普通时爱先做功课，先反复，先注文才看有。到底是啥物款宝贝？咱嘛等同齐来看。巴黎塞纳河正平画边的罗浮宫，平均一年有1000万的游客。去年10月底开始，因为防疫措施封馆，台湾市卡拉瓦桥、林布兰这款艺术大师的作品头前拢无参观者。趁这个机会，罗浮宫平面艺术部门的主任向大家介绍馆藏内面大家较唔知的宝藏。自从太阳王路易14对17世纪广泛收藏开始，这个173年的会客厅，到即嘛有25万件平面艺术作品，年代自9世纪到19世纪中期。有素描、粉彩加较细白的画。Vous avez une feuille extrêmement importante puisqu'il s'agit d'un des dessins les plus anciens conservés au monde, un dessin de Taddeo Gaddi qui date de 1338, donc un dessin du XIVe siècle avec de la détrempe, c'est-à-dire des pigments qui sont mélangés à de l'eau et qu'ils passent donc sur sa feuille de papier est tout à fait spectaculaire, tout comme l'état de conservation de ce dessin. C'est parmi les feuilles aussi les plus recherchées. Aujourd'hui, pratiquement plus aucune de ces feuilles n'est sur le marché de l'art. Elles sont toutes conservées dans les musées parce qu'elles ont été... 疫情发生前，平面艺术部门一年差不多800人来，其中包括学生、艺术家、研究学者，也有较内行的人。一般游客较唔知影安怎看这款珍贵的作品，就是爱先做功课，找做想要看的作品，结果有约登记，就当入去这个会客厅改装的图书馆，根据你甲艺术品对话。当然，即马罗浮宫红馆想要入去也无可能。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疫情改变生活模式，房地产的市场嘛有受影响。因为即阵有网络就会当上班，就会当转家，所以澳洲有愈来愈侪人搬离开大都市，搬去庄脚过生活。伫厝内时间变济变长，就家己摸家己做，这时间嘛有变济，所以即马茶做的家具，还有 DIY 课程嘛对咧进行。澳大利亚土地面积全世界第6大。70%的人口拢住伫咧雪梨、墨尔本这种主要的海岸城市。不过，因为疫情的影响，居家加远距办公弹性的工作形态，有愈来愈侪人会当伫咧城市以外所在，找更加适合也有家己负担得起的徛家。像本来做新闻工作的史格森，家厝自雪梨搬到昆士兰加新南威尔斯交界达马雷斯克各地，甲厝内人经营一座农场，也出版一份新的杂志。不过一开始的时阵也是会担心。You know, I thought it would be good for my young family, but I really thought it would be sort of socially difficult for me, and also that my career would, really have to come to a bit of an end. 我瑞着城市图沃博的海菲尔德斯，大房市场的需求一直增加，所以有愈来愈多农地转做主题区。去年10月，史卓菲尔德就甲伊伫咧布里斯班的厝卖掉，搬到达灵山丘。When the opportunity presented itself, both working from home, no longer needing to go into the city to work, we just jumped at the chance. If people's work can be done from anywhere, if location is no longer a barrier, we will see more and more regional mobility. People will choose regions. 即马大家踮伫咧厝内时间变多，家己动手修理或者是做一寡茶的家具的机会也变多。相关的 DIY 工作坊也愈来愈多，坎培拉就有一间纯女性的工作室，吸引60万人参加。因一礼拜一遍有安怎操作各种机器，加回收的茶，做做会当用的家具。It's also made me a lot more confident in potentially if we buy a house soon or something, renovating, things like that. It just makes me a little bit more empowered to pick up a tool or use things around the home. 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伫耶路撒冷旧城内的西墙，某人讲是苦墙好墙是犹太人第2神圣的地点，当年拢吸引全世界大批游客行脚到。因为这个所在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以色列政府最近要做补强的工程，希望把这座历史遗迹会当继续伫遮徛甲在在。工人用装特别的白色加装布的工具，将伫耶路撒冷旧城中的西墙的空隙改点好，用来稳固伊的结构。
חומר שאנחנו מזריקים אל הכותל מוסיף לחוסן הפיזי שלו, ולמעשה להבטיח את ההמשך הקיום שלו מאות שנים, אלפי שנים קדימה, גם לדורות הבאים.西墙阁被叫做靠墙，是上挖建原本圣殿山顶圣殿的一面壁，也被犹太人看作是圣殿山以外第二神圣的地点。罗马帝国统治者希律王西元前19年所起的，不过西元72年被罗马帝国迫害。完整的西墙长488公尺，不过提供民众祈祷参观的只有圣殿山广场南边一小段57公尺的壁面。历年来，国际重要领袖，包含20位美国总统，只要访问耶路撒冷，都会来到西墙来巡礼，甚至连天主教教宗方济各也捌来过这。经过中东地区的一拍河南，壁面已经拢是泥棚，真日来祈祷的信徒甲游客，会将祈福加下悬的字条设伫壁棚内底。当中每年还会请专人来做清理的工作。因为西墙的主要成分是石灰岩，为维护游客甲逐工来祈祷的信众安全，以色列文物局即摆强化工程，也用同款布置的物件来保壁，而且当中也佫有真专业的技术。הרכיב העיקרי של הסלעים האלו, של האבנים האלו, זה הסידן הפחמתי. הסידן הפחמתי הזה, אנחנו בעצם מקבלים אותו בצורת נוזל, שהוא מלווה ביחד עם האלכוהול. ברגע שאנחנו חושפים את החומר... 西墙是犹太民众重要神圣的祈祷地点，祈祷者有时会真壁面，甚至用面搭咧祈祷。不过，去年新冠疫情爆发了后，当局已经禁止真壁面的动作，防止接触感染。壁顶悬已经有鸟伫遮做收，要树伫遮定根。即摆壁面补强的工程，也爱真细致处理这可能破坏结果的问题，同时也兼顾极端气候的挑战。公视新闻金冠庆编辑。天气报你知来关心，对今日开始到拜五，咱在台湾各地拢是好天，也毋过天气好，空气品质会无好。西半部会到大蒙，中南部、新竹、苗栗，空气品质拢是感觉色的提醒。那高雄甲屏东是红色的警示。再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26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27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9度，上悬29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25度；外岛的温度是13度到24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将心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